這個毒品啊是毋是愈來愈多？無毋對，咱看這個畫面，屏東鹽埔基公路早起7點，咱看到這原來是一個王姓竊盜通緝犯，而且伊個有毒品哦。警方咧查的時陣啊，查到伊車頂有毒品，伊邊仔坐迄兩個人。一驗攏共款毒品的反應，當場就得抓起來。不過對24號開始的規個管區啊，已經查到3件，包括25號暗時啊內部，嘛是一個嫌犯弄紅燈去互炸落來。佇車頂嘛是佫查到毒品啊，攏移送地檢署來偵辦。熄火啦！警方佇鹽埔鄉基公路發現可疑的車，先爬起大聲甲喊，要求駕駛落車。熄火啊！原來駕駛姓王查甫人是竊盜、肇事逃走、毒品等等真濟項的通緝犯。你落車。你物件，你行過來，你莫動。毋若車頂有毒品，依托米字的結晶，駕駛甲車頂兩個共黨的經過一個測，攏有毒品的反應，隨抓起來。啊！你講這來甲阮等伊，啊嘛是愛做觀測表迄啦。轉到九如鄉三民路有一個姓楊的嫌犯，因為大頂無開皮炸落來，一個調查發現講，伊有依托米字，而且射針有11支。自5月24日起執行取締毒駕專案，接連查獲毒駕3件及毒品、交通致傷、竊盜、通緝等3人，酒後駕車2件。另外，立埔鄉公鐵路甲仁和路口嘛有毒駕案。昨暝7點外，有幾個員警包圍一個姓詹的嫌犯，佫佇塗骹吸入毒品。原來這個嫌犯騎車弄紅燈，互警方炸落來，佇個身軀頂去超着安非他命。經過喙內快篩，嘛是陽性的反應。全案依《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》取發毒駕外，並依違反毒品危害防治條例及刑法公共危險罪，移送屏東地檢署偵辦。警方強調講，會繼續針對食毒品、各駕駛的高風險對象可疑的車輛，加強臨檢，要維護用路人甲交通的安全。Hello， 我是林仙怡，想要搶先掌握最及時的新聞資訊嗎？趕快訂閱、按讚、開啟小鈴鐺，鎖定華視新聞 YouTube 頻道。